台中市有民众伫真出名的电商平台买一台台湾品牌的浸卡机器，也毋过伊所发现讲收到的物件甲广告顶头的物件无同，佫是中国制造的。后来去到原厂确定才发现讲伊互骗了。消保官是表示讲，这个电商平台得爱负责，消费者是当来提出申诉。 甲卡弄入去桶仔内面，搁再盖一块布，开机3分钟后就当感受到烧度。台中阳县市指控顶个月20日，伫正出名的电商平台买一台台湾在地品牌远红外线浸卡机，物件收到了后，才发现讲是中国货，即外形大小完全无同款。甲本地厂商反映了后，才发现讲甲机器互骗去啊。外包装也是简体字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。 然后一打开来看，我就有特别注意，它里面也都是简体字的包装跟说明书，然后插头也是完全跟台湾的不能使用的，电压也是不一样的。 详细甲看，台湾正版的是40公分悬，卖4228，假货只有25公分。这纸箱仔外口佫写简体字，插头也毋是台湾规格，根本就无法度使用，佫共卖4232块。原厂的业者是强调，已经和这电商平台合作10年啊。这诈骗的业者因的网页是直接偷摕原厂官方网站顶头的图片文字，还有专利证书，这部分要由电商平台来把关。那这款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因的商誉。 他有把证书号码跟检验字号全部都列上去，甚至还写原厂保固，然后也写原厂出货。那这个部分应该是要由某某去把关，某店家的厂商部分，不是应该由我们这边受害厂商来去把关。收到商品之后，要尽速核对商品的包装跟网页的标示是否相符。如果发现不相符，可以尽快跟卖家要求退货退款。 哄骗的消费者和原厂业者当日和电商平台直接讨赔偿，结果进前平台业者拢无回应。消保官也讲，电商平台虽然不是商品制造或者是输入者，也着爱担起消费证据责任，建立把关的机制。消费者收到商品会当注意敢是有商品检验的标头，若准无会当甲卖人要求退货退钱，若准有证据会当甲消费者服务中心提出申诉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